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是法折言40。万事之成，累于败中取经，败而弗进，落入无知，迎难而上，得之聪慧，积精取华，得成之道也。这个明道之言语告诉我们，所有社会上的一切事情之成功，基本上可以这样说，都是在挫折当中吸取教训，在失败当中取其经验。如果由于一次的失败，便不再进一步的去争取，退了下来，这种人就是一种无知俗人，无能之士，永远没有前途。迎难而上，遇到困难不怕困难，想办法克服困难，坚决上去，这种人就是聪慧之人。但迎难而上，要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精华，取其优越之经验，那么最后才能得到事业成就之果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